兄弟姊妹平安。加拉太书是保罗写予信徒的批，提醒咱基督徒的自由是对神来的，毋是靠律法。当时教会内面有人讲，信耶稣以外，佫需要守犹太人的律法才会通得到救。保罗为着这件代志，伊就写这段劝勉来讲明，人得义毋是靠律法，乃是靠信。所以今早起，咱要续接来共读圣经，加拉太书3章第6节到4章11节，看保罗安怎用亚伯拉罕、律法、基督，通过这3方面来讲明信心的真谛，佮提醒咱，上帝收咱做囝儿，毋是奴隶。咱要分3段来读，第一段要对第6节到14节。圣经安尼讲，亚伯拉罕信上帝，上帝就甲伊算做义。所以恁就知信的人，则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。圣经事先就知，上帝维护外邦人对神甲伊有合意的关系，所以有将这个好消息先传予亚伯拉罕，讲地上万民会因为你得到祝福。安尼一切信的人，嘛会甲有信的亚伯拉罕做伙受祝福。遐个靠守律法的人，拢活伫咒诅下面，因为圣经讲，无遵守记载伫律法的册呢，所有规定的人，拢着受上帝咒诅。安尼，无人会通靠守律法，甲上帝有合意的关系，因为圣经有讲，义的人会对神来活。毋过，律法毋是用神做工具。圣经讲，守律法的人靠律法来活。基督已经为着咱受咒诅，来救赎咱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因为圣经记载讲，所有吊伫柴顶的人，拢着受咒诅。基督安尼做，是要将上帝和亚伯拉罕的祝福，通过基督耶稣赐予外邦人，嘛要互对神来领受上帝所应允的圣神。这段圣经第6节到14节。要互咱会通来思考一个议题，就是亚伯拉罕的信，伊是对神来的。我要分享4个重点。第6节，保罗引用亚伯拉罕，伊信上帝，上帝就算伊做义。亚伯拉罕的义，毋是靠做什么，伊是靠信上帝的应允。第2、第7节，所以信的人则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。咱若信耶稣，无论犹太还是外邦，拢是上帝所要祝福的对象。第3、第10节，律法本是咒诅的，因为若无完全遵守就犯罪。第4个重点，第13节、14节。总是基督替咱受咒诅，钉十字架，通互咱得到自由。通过这个圣经节，嘛会通互咱成做咱生活上的认知，也就是讲，信心是咱甲上帝关系的根，毋是靠着外表的行为甲宗教的仪式，乃是独独信靠基督来得到祝福。咱若心内真正信上帝的恩典，就通得到自由，得到义。第2段，咱要对15节来读到29节。律法甲应允，兄弟姊妹，我用一个日常生活的代志做例来说明。人所立的契约一旦成立，就袂通用得加天。也是废除。上帝有对亚伯拉罕甲伊的子孙应允，圣经并毋是讲子孙孙之真侪人，是讲你的子孙只一个，就是基督。我的意思是安尼，上帝有甲亚伯拉罕立约，佮答应要守约。430年后，才出现的律法，袂当废除这个约。互上帝应允失效，
因为承接上帝赐的产业，若是根据律法，就无过靠应允。毋过上帝是照伊的应允，施恩予亚伯拉罕。安尼，律法有啥路用呢？律法是为着要互人知什么是罪过，通过天使对一个中间人来制定的，功效到所应允迄位子孙来临的时就结束。毋过，单方一边做的代志就无需要中间人，上帝是单方一个做这项代志。21节，律法的目的，安尼，律法甲上帝应允有啥抵触无？绝对无，因为律法颁布的目的，若是要互人得到活命，人就会当靠律法甲上帝有合意的关系。毋过圣经决定，全世界拢伫罪恶管辖的下面，通互上帝将应允通过信耶稣基督赐予信的人。毋过，新的时代来临以前，咱互律法管得受监视，直到要来新的时代显现的时，安尼伫基督来临以前，律法做咱的监护人，通互咱对神甲上帝有合意的关系。现在新的时代已经来临，律法就无搁做咱的监护人。恁大家对神甲基督耶稣结连，成做上帝的囝儿。恁所有领受洗礼甲基督结连的人，已经称基督有伊的活命。安尼，无分犹太人，还是外邦人，奴隶，还是自由的，查甫人，还是查某人，伫基督耶稣的内面，拢成做一体。恁既然属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是上帝应允的继承人。15节到29节，又愿互咱通来思考一个议题，就是律法的目的，引带人到基督。又愿要甲咱分享4个重点。17节，保罗讲上帝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大先的，律法是后来才有，律法无法度废除应允。19节遐嘛讲，律法是为着互人知罪，像一个监护人，看顾咱到基督来临。第三，25节到26节遐有记载，总是基督来，咱无搁受律法的限制，靠信成做上帝的囝儿。第4个重点记载第28节，伫基督内无分犹太人、外邦人、查某人或者是查某人，拢是一体。通过这段圣经在，伊愿互咱通成做咱伫生活上的认知，也就是讲，律法提醒咱需要救主，但无法度拯救咱。基督来是要互咱得到自由甲合一，无论咱的出生、地位、性别，伫主内拢是平等的，拢是上帝疼的囝儿。接咱看第3段对第4章的第1节到11节。我阁讲，继承人虽然是全部财产的所有者，伫伊未成年的时，甲奴隶无什么差别，一直到老爸所定的日子，就受监护人甲管家的监督。咱嘛亲像安尼，伫灵性未成年的时，受宇宙间的心灵支配做奴隶。毋过时机到，上帝找家己的囝，互伊对富人人来出世，活伫律法下，为着要救赎活伫律法下的人，通互上帝甲咱收起来做囝儿，因为恁是上帝的囝儿，伊有找伊的囝的神入恁的心，互恁叫阿爸爸。安尼，恁无搁做奴隶，是囝儿，
既然是假日，上帝就互恁做继承人。特别是保罗关怀加勒泰人，以前恁毋捌上帝时，做遐个本质毋是真神的生命的路咧，受因支配。毋过现在恁已经认捌上帝，还是讲互上帝捌，是安怎恁阁倒去找遐个无力阁无路用的心灵，做因的奴仆呢？恁守特别的日月甲年仔节啦，我行了，我为着恁所做的拢是白白做。第1节到11节，这段游玩会通互咱来思考议题，就是咱诚做是一个囝儿的身份，就会当活出自由甲感恩。游玩甲咱分享4个重点。第1节甲第2节遐记载，保罗用继承人的比喻，未成年的时虽然有产业，嘛依然受监护。第5节遐讲，基督来是为要救赎咱脱离律法，通互咱得到上帝囝儿的身份。第3个重点，第6节遐记载，圣神入咱的心内，互咱会当叫上帝做阿爸爸，这是亲密的关系。第4个重点，第9节到11节，保罗忧心加勒泰人，佮回头受责期，日子像佮做落嚟。这段圣经内面，嘛会通诚做咱伫生活中有几项的认知，就是上帝收咱做囝儿，这是非常尊贵的身份。咱信徒的生活应该是自由、喜乐，通亲近天父，毋是搁独独伫遐靠遐个律法规条，或者是条例条款来活，咱是靠听甲圣神的引带。如果咱若是搁倒转去靠行为来换救恩，就是离开恩典的路。透过今仔日遮尔长的圣经节，我简单要甲咱做一个结论，就是保罗这段圣经内面讲明3项的真理。第1项就是信心互人得到义，亲像阿伯拉罕。第2项的真理就是律法是引带，毋是拯救。第3项，伫基督内，咱是上帝的囝儿，有自由，有产业，咱毋免阁惊咒诅、律法，或者是表面遮个规约条款。基督已经为咱成全一切，咱只要持守咱的信，活出听，就是真正的阿伯拉罕的子孙。是上帝听的囝儿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通过今仔日保罗的话，互阮搁再明白，得救是因为信，毋是靠行为。求你互阮常常记得，阮是你听的囝儿，毋是努力，互圣神引带阮活出自由，甲听的生命。互人看见阮，就看见你的恩典甲阳光。同心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，阿门。